傾城不若亂世芳華。第一章圍剿之夜。空氣濕漉漉，一個冇月光嘅夜晚，得無邊無際嘅烏雲壓頂。茂密樹林中間有條橫穿而過嘅大路，有架馬車正疾馳緊。天邊電閃雷鳴，就快落大雨。駕車嘅男人成身包到實，腰間揸住把長劍，顯示佢係習武之人。佢抬手冚低頭頂頂住嘅梳帽，帽檐遮住一對漆黑冷冽嘅眼珠。百米外有無數追兵窮追不捨，達達嘅馬蹄聲強勁有力。論語，佢哋追上嚟啦！馬車裏面傳出女子聲音，把聲唔大，亦冇被追殺嘅驚慌。駕車男子冇答佢，若非佢透過簾隙望到嗰個挺拔嘅黑色背影，幾乎以為佢根本唔喺度。家姐，我好驚！女子懷裏攬住個7歲左右嘅女仔，細路女嘴唇慘白，對烏溜溜嘅眼珠噙滿淚水，喉嚨哽咽，講嘢斷斷續續。唔使驚，家姐會保護你。女子溫柔摸住女仔凌亂嘅頭髮，輕聲安慰。女仔攬實女子條腰，似搵到救命稻草。身後馬蹄聲越嚟越近。花堂主，駕馬男子出聲提醒。花敬玉伸頭去睇，見到不遠處健壯馬匹上坐滿咗身穿黑色鎧甲嘅兵士，指尖突然銀光一閃，5支銀針急速飛出，準確釘入帶頭5名黑衣人眉心。銀針泛起微光，得一個人察覺到逼側殺氣，令頭避開，其他4個就冇咁好彩，直挺挺由馬背飛出去，跌落在地。為首男人即刻勒住韁繩，有人落馬檢查傷口，上前抱拳稟報，係銀針。銀針。為首男人塊面用黑巾遮住，露出對冷酷眼睛逐漸泛紅。普天之下，能用銀針殺人嘅有邊個？主人係指藍玉堂。地下個男人仰頭疑惑。哼！男人冷笑一聲。追！唔好俾佢哋走甩。此時天空開始落微微雨，淅淅瀝瀝拍打喺樹葉上，陰雲不散。馬車裏面花敬玉冷聲斥道：你嚟駕車，我去攔住佢哋。咪住！花敬玉把聲未落。論語已經似支箭咁穩落喺馬車後方。黑甲追兵轉眼就到，將佢重重圍住。為首嘅黑衣人長臂一揮，即刻有一隊人馬身先士卒圍攻上去，其餘人繼續向馬車方向追去。為咗捉個細路出動咁多黑甲衛，幕後嗰位真係落重本。花敬玉揚起馬鞭，馬匹食痛冇命咁向前狂奔。馬車同論語拉開一段距離。為首男人由馬背攞起弓箭，目光鎖死馬車某處，烈馬狂奔。男人挽弓搭箭，對嗜血眼珠噙住冷笑，箭矢破空而出，帶住凜冽殺氣，狠狠釘喺車轆度。高速行駛嘅馬車被擊中，成架車搖晃險些反側。馬車裏面個女仔個頭狠狠撞喺車壁，成個人暈咗過去。有寧。花敬玉一邊駕車一邊擔憂擰頭望。男人耳仔靈敏，呢聲有寧令佢精神大振。佢大手一揮，身邊黑衣人即刻換上弓箭，無數箭矢齊齊射出，狠狠釘喺馬車上。花敬玉一躍而起，掟出袖中銀針，險險隔開逼近嘅幾支箭。但係令佢估唔到嘅係，呢啲箭矢都帶有倒鈎，而且箭尾仲連住幼細銀線。只見馬車上嘅黑衣人紛紛調轉馬頭，
無數帶住銀線嘅鐵鈎將馬車勾到四分五裂，其中一支箭射中馬匹屁股，隻馬發癲咁揚起前蹄，跟住掙脫韁繩，絕塵而去。千鈞一髮之際，花敬玉抱起馬車入面個女仔，跳出早已破碎不堪嘅馬車，雨點淅淅瀝瀝，有變大趨勢。花敬玉落地後，將已經昏迷嘅女仔靠坐喺棵大樹下，自己企喺前面，將佢牢牢護喺身後。我哋唔殺無名之人。你係藍玉堂嘅乜嘢人？男人身邊護衛大聲喝道。花敬玉。女子把聲唔大，但清晰傳入每個人耳中。花敬玉。竟然係你。男人好驚訝，何家餘業居然能夠令一堂之主親自出手，真係出人意表。放眼望去，只見漆黑夜色中筆直企住一名女子，佢一頭烏黑髮髻上沾住白色玉蘭花，面容清秀端麗，似足大戶人家嘅大小姐，完全唔能夠相信佢就係傳說中活死人肉白骨嘅神醫。更加想象唔到呢個睇落後生嘅女子，就係江湖上能夠用銀針殺人嘅藍玉堂主花敬玉。花敬玉身穿深紫色長裙，纖腰束素，眉生淚氣。一個女子面對眾多黑甲衛絲毫唔驚，連眼神都咁堅定，好似面對嘅只係班小無賊。月逆流呢幾年越嚟越囂張，連朝廷要犯都敢劫持，為首黑衣男人揸住馬韁繩，讓馬匹踱步到花敬玉面前，用高高在上嘅姿勢低頭睇佢。月逆流收錢辦事，天下皆知。花敬玉揚手，指尖銀針蓄勢待發。再講，河上書仲未定罪，點算係要反？男人身後黑甲衛紛紛拔刀落馬，一陣肅殺之氣逐漸逼近。月逆流係近幾年建立嘅江湖門派，幾年時間就成為江湖中數一數二嘅大幫派，唔理正義邪惡，只係收錢辦事。傳聞月逆流由一名樓主建立，其手下共有4位堂主，分別係藍玉堂主花敬玉、幽冥堂主飛銀、彩顏堂主以眉、宿夜堂主白莫竹。其中藍玉堂主花敬玉師承神醫谷主齊白，一手定生死嘅銀針出神入化。幽冥堂主飛銀好少喺人前露面，只係聽講曾經奪得天下棋聖稱號。彩顏堂主擅長用琴音迷惑人心，宿夜堂主經常揸住柄流光劍行走江湖。你已經窮途末路，交出身後個人，要你唔死。男人招手，身後黑甲衛揸住明晃晃嘅刀一步一步逼近。哼！花敬玉冷笑出聲，成個人散發出冷冽殺氣。傳說月逆流嘅殺手從未失敗過，今日我就要破咗呢個傳說。男人揮手，黑甲衛一擁而上，花敬玉雙手拎住銀針，冇幾耐雙方打成一團。傾城不若亂世芳華。第2章反轉劫持。花敬玉步伐飄逸，身姿柔軟似靈蛇喺人群裏面游走，指尖銀針好似生咗眼磚，搵黑甲衛露出嘅皮膚。啲帶住幽光嘅銀針一刺入皮膚，人體就會傳來一陣酥麻。只要一運氣，毒素就會迅速行遍全身，最後口鼻流血而死。蒙面男人拔出腰間長劍，翻身落馬，踏住淅淅瀝瀝嘅細雨，一步步行近暈倒喺樹邊嘅細路女。花敬玉分身不下，只能眼白白睇住男人行近個細路女。有寧！花敬玉驚呼一聲，
一掌劈開逼近嘅黑甲衛，快行幾步想保護個細路女，但係黑甲衛似發癲嘅野獸飛撲過嚟纏住佢。男人行近嗰個靠喺樹着住粉紅色裙嘅細路女，呢個丫頭就係何有寧。點會啊？何有寧竟然係個女仔。何文燕明明有2個仔，大仔19歲，細仔上個月先滿7歲。聽講生日宴嗰日去咗好多人，難道佢搞錯咗，定係被騙咗？呢個丫頭根本唔係由狗竇送出來嘅何家二少爺。個女仔頭髮早就披散，睇唔清原本個樣。佢提起長劍撩開亂糟糟遮住塊面嘅黑髮，個女仔個樣慢慢露出。噌，一陣琴音好似由好遠嘅地方傳過嚟。男人目光一暗，突然望向聲音傳來嘅方向，身後映入眼簾嘅係一班黑甲衛累住耳仔喺度慘叫嘅場面。琴音越嚟越近，半空中嘅乳豬好似喺呢陣琴音裏面停頓咗一下，用內力控制琴聲殺人。難道係採顏堂嘅人？男人突然累住後頸，好似有啲乜嘢拮咗入皮膚。佢匆忙擰頭，舉劍就斬。地下個細路女樂樂笑住，突然向後飄開好遠。佢忽然明白，呢個竟然係個陷阱。嗰個細路女唔係何有寧，更加唔係何文燕嘅細仔。豈有此理！男人怒不可遏，舉劍就想斬唔遠處嘅花敬玉。此時卻有把劍搶先架喺佢頸上。來人正係成身包到黑卒卒嘅論語。男人瞳孔猛縮，都唔知頭先係乜嘢拮咗入皮膚，而家成身冇力，連劍都揸唔穩。遠處琴音停咗，冇中毒嘅黑甲衛戰巍企起身，睇清楚眼前個局勢之後，一個個嚇到唔敢亂動。放肆！你哋班反賊知唔知我哋主子係邊個？呢個人地位明顯比一般黑甲衛高少少，眼見自己主子被人脅迫，不得不提高聲威嚇。花敬玉踱步行到男人面前，扯低佢塊面巾，把聲平靜道：能夠調動太子嘅黑甲衛，除咗當朝4王子殿下，仲有邊個？面巾下面嘅男人個樣都算俊俏，但係佢眼底嘅憤怒同殺氣實在令人唔想多睇。既然知道係4王子殿下，仲唔放低武器？呢個忠心護衛係4王子趙成旭嘅貼身侍衛，名叫武傑。武傑內心驚慌不已，班人明明知道佢主子係4王子殿下，卻仍然設下咁樣嘅圈套，將殿下引到呢度。呢班人究竟想點？何有寧喺邊？4王子趙成旭顯然唔信班人會膽大包天到刺殺當朝王子，眼下佢關心嘅仍然係呢件事。太子叫佢連夜誅殺何文燕一家，就係為咗揾到嗰封舉報太子嘅信件。但係嗰晚佢揾勻成個尚書府都揾唔到所謂嘅證據。清點屍體時發現少咗一個人，就係何家年僅7歲嘅細仔何有寧。佢懷疑嗰封信被個細路帶咗出府，喺連夜追查下，終於喺禹城揾到何有寧嘅蹤跡。點知一路追蹤到呢度，先發現係個陷阱。太子已經催咗好幾次叫佢返去，但係冇攞到嗰封信，就算返去太子都唔會俾好日子佢過。所以捉到何有寧先係最重要嘅事。4殿下冇搞錯啊？呢個時候應該關心嘅唔係你個腦袋咩？花敬玉笑吟吟咁講。放肆！你哋想點？武傑驚聲大叫。
四殿下如果有乜嘢事，佢哋班護衛甚至護衛嘅親眷都會死無全屍。就憑你哋一二四個人。趙成旭放眼望去，唔遠處有自己嘅黑甲衛正趕過嚟。今次出行太子交咗500黑甲衛俾佢，呢啲黑甲衛都經過嚴格訓練，同皇帝嘅死士比都唔會差。區區4個江湖殺手，就算一個個上，都足以消耗盡佢哋嘅體力。佢哋4個人裏面，除咗樹林裏面嗰個未露面嘅彩顏唐人，就係身邊呢個男人武功深不可測啦。殿下唔使嘥口水，你班黑甲衛救唔到你，不如同我哋走一趟，保證你收穫豐富。花敬玉朝論語點點頭，論語長劍向前一送，嚇到武傑同一班黑甲衛齊齊變面。你哋最好留喺度，3日後我自然會將你哋殿下送返去。如果唔聽話，我都唔介意令你哋殿下身上多幾道傷口。花敬玉手指上嘅銀針散發冷光，喺趙成旭頸側躍躍欲試。趙成旭掃視地下中毒身亡嘅黑甲衛慘狀，心裏發虛。但係聽到花敬玉頭先所講，對佢話中嘅收穫豐富產生咗興趣。你哋全部退下。趙成旭做咗決定，既然唔打算殺佢，就唔係乜嘢大事。佢倒要睇睇班人究竟受邊個指使，竟然夠膽公然同太子作對。趙成旭對漆黑眼珠裏面沉浸住冷漠同殺氣。殿下，武傑上前半步，忠心道：屬下同你一齊退下。趙成旭把聲不容拒絕。係。武傑唔甘心咁細聲應承。花敬玉唔知從邊度拎出條麻繩，將趙成旭雙手反剪身後綁到實一實。花敬玉毫不留情嘅動作睇到武傑將對拳頭揸到落落聲。武傑忍完又忍，眼白白睇住花敬玉帶住得意笑容推住趙成旭行遠。大人，有黑甲衛擔憂道：撤退。武傑咬牙切齒落命令。傾城不若亂世芳華。第3章大小姐變咗。青州，女子推開門，陽光正好照喺佢身上。只見女子身穿一襲水藍色輕紗長裙，披住淡藍色薄煙紗，肩若削成，腰若束素，頭上朝雲近香髻斜插一支鏤空金簪，撅住點點紫玉流蘇，對眼好似春水清波流盼，但係塊面遮住白紗，朦朦朧朧睇唔清個樣。下河，女子輕聲叫喚。夜大嘅院子空蕩蕩，一個人都冇。下河，王媽媽。女子唔耐煩，提高聲線：小姐，估計佢哋又走咗去碧霞苑討好二小姐啦。屋裏面走出一個樣貌姣好、咬牙切齒嘅妹仔。二小姐講嘅係二姨娘秋氏個女沈雲蘭。冬至，我教你嗰幾招記住未？女子蹙眉望住個妹仔，記住啦，我日日都有練㗎。冬至講完，當住女子面打咗套拳。女子滿意點頭，難得呢個院子裏面仲有你咁忠心嘅妹仔。小姐對我有救命之恩，無論點我都要保護小姐，報答小姐。個妹仔目光堅定，講出嚟嘅說話好似誓言咁鏗鏘有力。肚餓啦，去搵啲嘢食先。女子講完就行出門口。冬至連忙上前：小姐喺度等，我而家就去攞。講完就跑咗去。
女子摸摸塊面紗下面塊面，片刻之後打定主意，對眼都帶住狡猾嘅笑。好地地都係永昌百府嘅的小姐，竟然被幾個丫鬟蝦到如斯地步，呢個小姐做得真係十分失敗。女子行入屋，又喺梳妝台上面一輪搗鼓，等到佢搞掂一切，就躺喺院子紫藤花架下面，將竹椅度閂眼休息。淡淡嘅紫藤花香味縈繞鼻尖，陽光透過斑駁嘅紫藤花葉照喺女子身上，個景竟然係咁美好。淡藍色長裙逶迤拖地，微風吹過裙擺，好似深山泉水蕩漾一片片漣漪。雖然佢蒙住面紗睇唔清個樣，但係揸住個食盒企喺原地嘅冬至都睇到呆咗。真奇怪，小姐呢種氣質好似同以前唔同咗。返嚟啦！女子冇睜開眼，但係都知係冬至返嚟咗。冬至搬咗張小幾放喺竹椅旁邊，輕輕將個食盒擺上去，拎出裏面嘅桂花糕、蓮子糕、薄荷糖、銀耳湯，一股腦兒攤出嚟，開心道：小姐你睇，今日早餐好豐富，唔錯。女子拎起一件桂花糕放喺鼻尖聞咗聞，點頭滿意道：係新鮮嘅，你都過嚟食啦。冬至吞吞口水，個肚十分唔爭氣，開始咕咕叫。見到小姐真誠嘅眼神，快步行入屋，拎出張小方凳坐低，隨手拎起一件就塞入嘴，一邊食一邊眉開眼笑，豎起大拇指，含糊不清道：好食，小姐你都食啦。女子掀開少少塊面紗，細細口食起嚟。冬至眨巴對眼：小姐做乜怪怪地？以前小姐食嘢都唔會咁樣，呢個姿態睇落去竟然出奇咁好睇，真係奇怪。難道小姐去大寺上香真係感動咗上天？上天令小姐一夜之間擁有咁優美高貴嘅儀態，呢種儀態簡直比老夫人仲要端莊優雅無數倍。要知道老夫人係勇毅侯侯府嘅的小姐，嗰種儀態係細個培養出嚟嘅，自己跟咗小姐咁多年，小姐邊度有學過呢啲？次次去老夫人度請安都要被二小姐狠狠嘲笑同諷刺。你唔肚餓咩？女子見冬至望實自己，奇怪咁問。冬至擰頭，真誠道：小姐，奴婢只係覺得你今日比往日靚咗好多，隔住塊面紗你都睇到我靚。女子笑住點點冬至個額頭，冬至放低件糕，鄭重點頭：奴婢講真㗎。女子嘆氣，手指摸住塊面紗下面塊面，悠悠開口道：呢度疤痕仲未好返。見女子又開始傷心，冬至連忙勸道：小姐對唔住，奴婢唔應該講呢啲，但係小姐你應該聽奴婢講，去求下秋姨娘，好地地請個有名望嘅大夫睇下。小姐花容月貌塊面，如果真係留低疤痕點算好？就快同黃公子成親，如果留低疤痕，話唔定會影響小姐婚後生活，佢實在太擔心啦。冇事嘅，女子一改頭先嘅憂鬱情緒，柔聲安慰：小姐啊，你就快係要成親嘅人啦。冬至塊白嫩嘅細面簡直急到喊咁滯。成親？女子錯愕又驚訝咁望實冬至，好似聽到乜嘢不得了嘅事。小姐，你唔係唔記得咗嘛？冬至急到就快喊出嚟。你同皇家公子細個青梅竹馬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睇住都到咗年紀，
皇家仲未上門提親，仲係你外祖母厚住面皮上門去催婚。好彩皇家3日前終於派媒人嚟咗，唔係嗎？女子瞪大對靚眼，難以置信道：咁快就要成親？哎呀，我嘅小姐啊，你係咪一覺瞓懵咗啊？冬至攬住女子手臂，眼淚啪嗒啪嗒流。伯父冇一個人對你好，你如果嫁到皇家去自己做主母，好日子就嚟啦，再都唔使睇秋姨娘同二小姐面色過日子。所以小姐，喺嫁人前，我哋都係去求下秋姨娘，等秋姨娘揾個好大夫睇下你塊面嘅傷啦。如果皇家公子真係鍾意我，呢點傷驚乜嘢？女子笑住安慰冬至：小姐啊，你點仲笑得出㗎？冬至激到講唔出說話。昨日小姐都唔係咁樣㗎，昨日小姐仲喊住話要去找大夫，做乜今日反而咁安靜？沈雲嬌，就憑你咁醜樣都想嫁俾耀哥哥，你配咩？突兀嘅聲音由院外傳入嚟，聽到少女把聲，冬至莫名打個冷震。雲嬌就不動聲色，將冬至嘅細微變化收埋眼底。二小姐，冬至連忙企起身同來人見禮，只見大門處快步行入嚟一個15、16歲嘅少女。少女身穿韭紅色繡芙蓉花流仙裙，梳住時下流行嘅隨雲髻，頭戴幾支金步搖，行起路上嚟叮叮當當，好唔熱鬧。對杏眼帶住怒氣，鼻梁高高，嘴唇吻實，顴骨微高，下巴尖尖，竟然有幾分刻薄相。本來都算嬌俏嘅塊面，仲搽滿厚厚脂粉，顯得唔倫唔類。佢身後跟住6、7個丫鬟婆子，都同佢一樣，毫無禮儀，大咧咧衝入院子，令到原本清靜嘅細院一下子變得擠迫嘈吵起嚟。少女年紀唔大，但係講出嚟嘅說話就令人憤怒。冬至抿住唇，低頭唔敢睇來人。傾城不若亂世芳華。第4章第2個女人。雲嬌聽到雲蘭把聲就好淡定，咁大反好塊面紗，姿態隨意咁靠坐喺竹椅度，半咪住對眼，目光悠悠望住雲蘭。雲蘭喺門外就聽到雲嬌塊面位左容仲妄想嫁俾耀哥哥，即刻谷住道氣，跟住氣沖沖跑入嚟，就見到雲嬌冇事咁躺喺竹椅度扮死。沈雲嬌，你扮乜嘢死？見到本小姐仲唔行禮？雲蘭幾步上前就想抽起雲嬌，冬至見到咁樣連忙跪喺雲蘭面前，把聲哽咽道：二小姐，我哋小姐嘅傷仲未好，請二小姐高抬貴手，躝開。雲蘭腳下一蹬，結結實實一腳踩到冬至一個廊，後面即刻上嚟2個婆子將冬至按喺地下。冬至連聲呼救，又被一抹布塞住把口。雲嬌見呢個妹仔唔反抗，微蹙嘅眉頭慢慢鬆開，扮睇唔到被蝦嘅冬至，唔慌唔忙緩緩起身，淡藍色裙擺威儀飄逸，面紗下朦朦朧朧嘅塊面好似透住一股魅惑。二家妹咁早就嚟探家姐，家姐我真係感動。雲嬌上上下下仔細打量眼前囂張嘅雲蘭，佢頭上戴嘅係金叉，頸項掛嘅係金鎖，手腕陸陸續續戴咗好幾隻翡翠軸，成個暴發戶打扮。一個庶女邊度有咁多錢置辦呢啲嘢？嗰隻手腕上面嘅羊脂白玉軸明明係阿媽留俾自己嘅遺物，幾時去到佢手上㗎？沈雲嬌，你個醜婦，
仲妄想嫁俾耀哥哥？我勸你快啲退婚，唔係嘅話，嫁過去唔使2日，耀哥哥就會休咗你。雲蘭眉飛色舞，信誓旦旦，休咗我就可以娶你。雲嬌把聲帶住無盡嘅嘲諷同輕蔑，就算我被休都會喺你之前嫁入皇家，到時你咪又係遲我一步成為皇人要娶嘅第2個女人。雲嬌唇齒狠狠咬住第2個女人幾個字，激到雲蘭抬手就打。雲嬌阿媽早逝，係伯府最唔受寵嘅的小姐。雲蘭以前打慣雲嬌，今日諗都冇諗就要俾個教訓佢。但係雲蘭只覺得手腕一緊，後腿窩傳來轉心痛，成個人唔知點解就跪咗落去，對膝頭狠狠撞喺青石板上，耳邊好似聽到骨頭脆響。丫鬟婆子哋仲未睇清楚情況，只係聽到自己二小姐一陣殺豬般慘叫，順便嚇走咗屋頂一對喜鵲。眾人乜都顧唔到，就要上前扶雲蘭，但係雲嬌死死冚住雲蘭嘅右手，將嗰隻手屈成一個難以置信嘅角度。雲蘭慘叫連連，一時間邊個都唔敢埋去。經大小姐一個用力就整斷二小姐隻手。二家妹行咁大禮，家姐我就收低啦。雲嬌目光冷冽，拖住雲蘭嗰隻手生生將佢手腕上面嘅羊脂白玉軸除咗落嚟。呢隻白玉軸圈口本來就細，佢好唔容易先帶到上去，今日又被雲嬌生生扯落嚟。佢感覺手上皮肉連住骨頭差唔多被磨甩一層。沈雲嬌，你癲咗啊？快啲鬆手，我娘唔會放過你㗎。雲蘭尖聲道：娘，你一個妾侍生嘅庶女，邊配叫一聲娘？我睇伯府嘅規矩，你一點都冇學到。雲嬌狠狠一推，鬆開雲蘭痛到麻木嘅手。雲蘭一個唔穩跌咗落地。沈雲嬌，你有乜嘢？唔過係死咗阿媽嘅廢物，你係妒忌我？雲蘭昂高個頭，強裝鎮定。雲嬌輕笑出聲：冬至，將呢隻羊脂白玉軸同你家小姐好好保管，千祈唔好再被某些人偷咗去。係，大小姐。冬至連忙掙脫兩個婆子嘅禁錮，雙手接過羊脂白玉，小心翼翼收埋入懷。輕飄飄一個偷字，令到地下嘅雲蘭塊面難看到極點。佢係伯府最受寵愛嘅女，竟然要被佢一個醜八怪咁樣羞辱，簡直不可原諒。雲蘭喺丫鬟嘅扶持下咬牙企起身，佢掃咗一眼身後跟住嘅一班丫鬟婆子，空谷住一道悶氣，尖聲命令道：仲唔將呢個小賤人捉起？雲嬌目光冷冽，帶住殺氣，目光逐一掃過班僕人，莫名嘅壓迫感令佢哋唔敢上前。丫鬟婆子地心裏打鼓，真係撞鬼落。平日柔柔弱弱任人蝦嘅大小姐，今日點解變得咁犀利？竟然夠膽對二小姐動手，仲有呢種令人唔敢睇小嘅氣勢。呢種氣勢佢哋只係喺老夫人身上見過。發乜嘢呆？去啊！雲蘭厲聲喝斥：等我娘將你哋賣出去咩？此話一出，丫鬟婆子再冇顧忌。二姨娘為人心狠手辣。佢哋一旦被賣出去，實係買到最低等污糟嘅地方，做啲有上餐冇下餐嘅雜工，待遇自然冇伯府咁好。於是幾個人豁出去，一擁而上就捉雲嬌。你哋要想清楚喎。雲嬌一聲喝斥，冷聲道：
我係伯府的小姐。刺史府已經派媒婆嚟議親，嫁嘅係皇家的長公子黃仁耀。就算我而家再唔受寵，老豆都仲旨意我攀上皇家親事。我有乜嘢損傷你哋擔當得起？講好聽啲係永昌伯府，但係老豆冇權冇勢，唔過係個有名無實嘅伯爺。睇住伯府日漸衰敗，佢想重振沈家家業，唔係要靠佢啲仔女咩？丫鬟婆子聽到雲嬌咁講，一時之間都唔敢亂嚟。前幾日大小姐受傷，伯爺仲叫二姨娘帶小姐去大國寺燒香還神添。呢頭皇家婚事就快到，伯爺對呢位軟弱嘅大小姐似乎有咗少少唔同，笑喺度胡說八道，要哥哥同我青梅竹馬情投意合，點可能會娶你個醜八怪？雲蘭指住雲嬌怒聲反駁，老實同你講，皇家今次係為咗解除婚約先至嚟。講到呢度，雲蘭搽滿脂粉嘅塊面洋溢起得意笑容。要哥哥講過，只要婚約解除，佢就會上門同佢提親，到時自己就係皇家嘅的長媳。仲有邊個敢話佢係庶女？仲有邊個敢對佢唔恭敬？要哥哥一表人才，又有狀元之才，飛黃騰達指日可待。阿媽講過，要哥哥係要去京都做大官嘅人，話唔定到時自己仲可以得個誥命夫人做下。雲蘭諗起黃仁耀俊俏嘅樣同周身嘅才華，就覺得後半生有咗依靠，至少唔會似自己阿媽咁做個細妾，處處低人一頭。就連一個唔受寵嘅大小姐，都可以爬到佢哋兩母女頭頂耀武揚威。傾城不若亂世芳華。第5章，你係乜嘢身份？雲蘭得意嘅表情，好似已經坐正刺史府當家主母個位。雲嬌鄙夷一笑，緩緩道：二家妹真係以為皇家退咗婚就會娶你。我哋伯府喺青州連個富商都不如，佢哋拖咁耐都唔嚟提親，唔過係想攀第2條高枝。你真係以為皇家會睇得上我哋咁嘅門第？雲蘭即刻變咗面色，失聲罵道：胡說八道嘅小賤人！我同耀哥哥情投意合，山盟海誓，點係你識㗎？啪！小賤人罵邊個？響亮嘅巴掌狠狠刮喺雲蘭塊面，刮到雲嬌隻手都痛。冬至睜大對圓碌碌嘅大眼，佢覺得陽光下二小姐塊面嘅粉好似被大小姐呢一巴掌拍甩唔少。小賤人罵你！雲蘭完全冇防備雲嬌會突然動手，事實上佢根本諗唔到呢個時時軟弱，處處躲避嘅雲嬌會動手打佢。呢一巴掌可謂出盡力，雲蘭被刮到頭暈眼花，幾乎反應唔過嚟自己喺邊。哦，冬至你聽，呢個世上仲有人自稱小賤人，真係少見。冬至即刻反應過嚟，笑住拍手道：係亞小姐。冬至都係第一次見。雲蘭半天先反應過嚟，就想衝上去打雲嬌，但係手上嘅痛楚提醒佢唔可以亂嚟。今日嘅雲嬌同以往完全唔同，怕且中邪啦，高高揚起嘅手冇忍咁放低，望住目光冷冽，面對自己依然毫無驚慌嘅雲嬌，佢感覺後背莫名發冷。雲蘭狠狠咬住後槽牙，不得不吞咗呢啖怨氣，指住雲嬌放低狠話：你等住，睇我娘點樣收拾你！咁大個仲搵娘，真係丟架！雲嬌用最唔經意嘅語氣講最戳心嘅說話，冬至掩嘴偷笑。
雲蘭差啲激到暈低，佢嘅貼身丫鬟楊柳連忙死死扶住佢走。雲蘭咬牙切齒望住身邊冇用嘅楊柳，簡直想撲上去咬兩啖解恨。最後一班人浩浩蕩蕩嚟，病奄奄走。等佢哋走咗之後，冬至崇拜咁望住雲嬌，因為道：小姐今日你太犀利啦，奴婢都係第一次見你打到二小姐落荒而逃。你嘅意思係小姐，我以前就唔犀利？雲嬌點住冬至個額頭，扮嬲。冬至連忙掩嘴，一副講錯嘢嘅樣。佢點會唔記得？小姐一嬲就會罰佢，日頭唔准食飯，夜晚唔准瞓覺。冬至，小姐我以後都要靠你保護，所以我教你嘅嘢一定要記住。雲嬌燦然一笑，雖然戴住面紗，但係對眼彎彎個樣特別好睇。佢輕柔咁摸冬至個頭，呢個單純嘅妹仔對佢真係忠心耿耿。冬至見到自家小姐冇嬲，連忙點頭似舂米。冬至，你偷咗夫人嘅早餐，夫人罰你去大廚房擔水。忽然有個婆子把聲喺院外響起，冬至一睇正係大廚房油光滿面嘅田媽媽。你亂講，我攞分明係大小姐呢一份。大小姐塊面有傷，唔適合食太多，更加唔可以掂半點葷腥同油膩。所以夫人吩咐大小姐，從今日起每日只有一碗白粥。田媽媽扯起嘴角，洋洋得意。冇幾耐，佢身後走出個小丫鬟，丫鬟手中捧住一碗清到照到人影嘅稀粥。冬至激到塊面通紅，上前理論道：田媽媽你唔好太過分。大小姐，老奴都係聽夫人吩咐做事。田媽媽極唔情願咁對住雲嬌拜咗拜。翠兒，仲唔快啲將粥攞俾小姐？名叫翠兒嘅小丫鬟將稀粥放喺小幾上，正想退下，田媽媽卻忽然開口道：將啲唔適合大小姐養傷嘅嘢全部收走。翠兒聞言連忙將小幾上面嘅糕點收入托盤，放低。清亮嘅聲音喺翠兒頭頂響起，帶住莫名嘅威壓。呢個老婆子一口一個夫人，咁叫實在令人火滾。佢一個賣唱嘅姨娘邊配叫一聲夫人？佢仲未扶正就咁急不及待端起女主人個款，好一個野心勃勃嘅秋姨娘啊！大小姐你都唔好耍性子啦，呢啲雜物唔利於你養傷。田媽媽搖晃肥胖嘅身軀，就想搶翠兒手裏面個托盤。呢種打壓大小姐嘅事最能夠討好夫人。夫人出手闊綽，話唔定會賞佢一大定銀。田媽媽，你係乜嘢身份？唔去管你個廚房，竟然管到我個院？唔係我去同姨娘講，等佢將你調過嚟。啱啱好我個院嘅黃媽媽整得一手好餸，廚房嗰邊佢都好想去㗎。田媽媽抬頭就見到雲嬌巧笑嫣然嘅雙眼，明明同往常一樣清澈單純，卻令佢後背莫名升起一股涼意。如果係以前大小姐，呢段說話肯定嚇唔到佢。夫人憎大小姐都嚟唔切，點會聽佢講嘢？更加冇可能將自己調到呢個鳥不拉屎嘅地方。但係聽講黃媽媽最近同夫人行得好埋，黃媽媽仲係夫人嘅同鄉，整得一手醬鴨，正係夫人中意食嘅家鄉風味。呢個大小姐唔提還好，如果夫人為咗嗰啖醬鴨將自己同黃媽媽調轉，遠離廚房嗰個油水多嘅地方，就得不償失啦。田媽媽諗咗諗，連忙低頭陪笑道：大小姐咁講嘅，
唔過係2份糕點啫，夫人都太謹慎啦。冬至睇到目瞪口呆，點解小姐幾句說話，田媽媽就變咗面色？禁我個丫鬟冬至，見到講到自己，冬至連忙打起精神，豎起耳仔聽。冬至姑娘手腳爽快，今日個水缸已經滿咗。田媽媽堆起笑臉，滿面油光，睇到人唔耐煩。雲嬌輕輕應聲：死丫頭，凍喺度做乜？仲唔快啲走？田媽媽用力扭翠兒隻手臂，翠兒食痛但係唔敢出聲，雙眼含淚跟喺田媽媽身後。冬至睇到心驚，感覺自己隻手臂都跟住痛起嚟。大小姐請慢用，老奴先告退啦。田媽媽露出討好嘅笑容。冬至對住門口批道：乜嘢東西？一個奴才都夠膽打大小姐主意？雲嬌眉不可察，皺起眉頭。今日一鬧，恐怕佢喺府裏面嘅日子會更加難過。冬至就冇諗咁多，見佢哋都走咗，忙跑去整理個食盒。呢啲嘢係佢出盡力先至由廚房搶過嚟嘅。大小姐教嗰幾招太好用啦，佢唔過用咗少少巧勁，班丫鬟婆子就都埋唔到佢身。